歡迎大家收睇小伙子頻道，同大家嚟個早上閒聊啦嚇。之前所講咧，六月中咧真係向好，咁六月中預估咧咁啊三大原因，包括呢個流動性，一個配合啦，同埋呢個技術指標咧都相對上咧之前跌得比較多嘅，可能大概去到10萬，最低見過10萬01千蚊度，咁而家反彈咗咧，即將接近1萬蚊㗎啦。另外啦，最緊要啦嚇，笑到抽筋嘅一個月亮指數，冇科學根據嘅，咁但係咧。有一個預估性能嘅，之前咧都覺得係好搞笑，咁但係咧越來越多嘅一個經驗累積啦，同埋咧有時行街都會睇下，個天而家係點咧嚇？做人都啱噶啦，望多啲天，唔好望咁多地抬高個神，會有資訊俾到大家嘅。咁我而家咧之前所講啦，大概係即係6月11號到咧就有一個月圓之夜嘛，咁而家咧已經到咗6月11號噶啦，咁啊結果咧真係嗰期咧相對上咧 Bitcoin 走勢較強，而呢個新月咧真係嗰個走勢較弱嘅，咁啊幾時新月咧就6月25號嘅，咁大家記得啦嚇，唔好咁進取住啦，好景時間睇唔好景，而家升咗噶啦，唔好搞咁多嘢住，而家觀望為主噶啦。笑下你會見到幾多次中啊？一次嗱呢個中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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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唔多可能10次咧有。7、8次中咁，但係保守少少，可能6、7次中咧，都相當唔錯嘅一個指標嚟嘅。笑下又好，咩都好啦，都要留意下。錄影時間咧，2025年嘅6月11號星期三早上嘅11點37分，Bitcoin 做緊10萬09千7嘅呢條片非常之靚，想做呢套都非常想睇晒成條影片咧。歡迎大家訂閱啦，timing 十分之緊要。咁 CPI 又到嘅啦，月亮又中。而家做乜咧？乜都唔使做噶啦。而家咧對我嚟講啊，即係有啲人話 take profit，有啲人話咧觀望，有啲人話咧就係繼續持有。咁啊，之前都 take 咗部分 profit 啦。等翻之前，同埋而家我有機，即係如果咁諗啦，即係我覺得可能最後階段咧，誒、開始物色唔同嘅山寨幣咧，都係差唔多噶啦。咁都係嗰句啦嚇，而家講呢樣嘢可能又會俾人斬些份，咁但係咧，我會繼續咁做嘅。咁啊睇緊唔同嘅 project，咁啊多句啦，不在由投資建議，個人分享啦，買唔買你自己決定。唔想煩買 Bitcoin 或者係高位啊，而家都尚算高嘅咋，可能去到最後，我之前所講啦，3個離場條件到咧。或者叫做價格到啦，或者時間到啦，都要走噶啦。咁啊，之前講過啦，有冇温書？冇温書唔緊要咧，陣再同大家温嘅流動性嘅反應咧，相對上較強，即係最強嘅條件嚟嘅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早上閒聊下啦。哇！食完早餐，約咗陣。咁啊，BTC 價格低啦，月亮啦，流動性啦，都係相對上之前嘅4大教訓啦，同埋其他嘅指標啦。美股又就係接近新高噶啦，而家呢個美元指數咧有接近100噶啦，咁同埋咧會講講呢個小科指指數啦，同埋會員部分啦，講講大戶啊，挖礦成本啦，同埋其他山寨幣嘅，有兩隻新嘅 Kita 同埋呢隻叫做 Q3咧，咁啊近排睇緊啫嚇，等下有回調先算啦，同埋呢個叫做小科指指數都54啦，即刻睇一部分啦，BTC 價格 update 啦嚇，冇咩好睇啦，1小時去到呢個23小時都係偏貴嘅，即係1小時去到。而家都係比較亢奮少少啊！我哋即刻望望啦，係啦，都係一個叫做中性偏貴咯。你話 RSI、MACD 呢度，咁所以咧大家觀望為主啦，升咗就冇搞咁多嘢住，一日圖更加正添，即係話可能中長期可能呢個叫做小伙子，如果有交叉，之前嗰次升有交叉升幾耐咧？之前有交叉就最後一升咯，咁但係呢個比較高嘅位置有交叉，咁所以。而家都唔係一個即係全部都係中性咯，同埋之前所講一個緊要嘅指標啊，就係呢個兩日圖，整周月亮先，有個緊要嘅睇法對我嚟講，等等啊，之前所講咧有兩個好緊要嘅一個叫做離場時間啊，包括呢個叫做 MACD 死亡交叉出現咧就係離場咁啊，之前嗰一次都中嘅。咁但係咧，小伙子今次都出現咗喎，由呢個10萬蚊112000度見頂啦，跟住落咗嚟有個死亡交叉，見到咧，RSI、MACD 都有個死亡交叉嘅。咁小伙子今次點解唔係全走或者大量走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咧流動性嘅配合，之前所講咧嗰兩次呢個係兩日圖嚟噶嘛，咁我哋撳翻呢個黃色流動性等等睇睇先，使心急，隨意39咁樣去嗰個流動性反應咧就會去翻嗰個相應嘅位置，有冇見到咧？呢次死亡交叉呢兩次死亡交叉咧，流動性都係插嘅，咁呢個又係流動性冇話升啦，咁但係咧橫盤，咁所以咧
今次最矛盾嘅地方咧，就係流動性咧就爆升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個人認為咧就似咧2021年呢隻啊，去翻2021啦，大家有冇印象？2021年呢一隻嚇，咩意思啊？小伙子，即係呢隻有冇見到呢個死亡交叉出現咗啦？但係流動性嘅終極爆升，咁啊升嘅情況咧係一個直線向上，咁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咁係似呢一個2021年嘅6月左右咧，咁啊呢個咧就4月左右咧，咁啊就雖然有死亡交叉出現，咁但係咧流動性升咧，可能咧都要即係配合翻一陣時間，咁啊跟住咧出現咗呢個黃金交嗱呢個三條個條件爆升嘅原因啊，呢個嗰陣時519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？有冇見到呢個咧出現咗一個黃金交叉，黃金交叉再加流動性爆升係一個 all in 時間咁但係當然啦，做到嘅係極之少啦，所以而家從而望翻咧，其實學到好多嘢嘅，即係話係咪死亡交叉到就要走咧？就唔係嘅，就係配合埋呢個流動性嘅三者夾埋，咁所以一陣都講埋啦，即係離場策略咧就係呢三者從出現嘅時同埋咧加多一樣嘢，知唔知唔係喎，有時錯喎，你望黃色呢度。雖然咧呢個咧黃金交叉死亡交叉出現喎，真係插到嘟嘟喎，咁但係嗰陣時11月到講緊6月咧減息加息嘅，同時間咧雖然流動性升啦，咁但係咧呢個98、103呢個幾多睇下先95。誒，去到103，咁雖然你話升啦，但係呢個升嘅幅度咧，好似冇咁大啦。咁所以如果今次我個人認為咧，如果今次呢個黃色你有冇見到升嘅幅度越嚟越細啦？咁如果到最後真係升到橫橫地咧，咁我覺得可能前端少少，可能8月幾10月8月幾9月或者10月啦，唔知幾時啦。但係見到呢個叫做雙日嘅叫做流動性反應去到13萬、14萬、15萬咧就要走噶啦，因為咧再配合埋。而家 RSI MACD 比較高噶啦，所以長期嚟講麻麻地，你有冇見到？咁我覺得咧，似咩啊？小伙子就係似咧呢個叫做MACD 3日圖死亡交叉前嘅角落嘟嘟呢一嘢，呢一個我覺得似呢一嘢。跟住因為流動性配合翻嘛，咁所以咧可能係最後一鑊咧，嗰個叫做終極升浪噶啦，所以大家留意啦，我覺得啫。講到邊講到咁遠，咁總之一句説話啦要睇Moon Phase 短期嚟講，跟住咧而家都去翻11月6月嘅11號咁嘛，已經反映咗都未定噶啦。流動性咧之前所講啦，兩樣嘢啦，包括係呢個撳翻啦，嘟，跟住撳翻呢個，哇78日。唔識點樣設置咧，歡迎咧睇翻課程啦。咁啊，撳翻一日圖。時間方面啦，開始變弱啦，呢個流動性咁，所以咧到時咧可能如果真係價格反映嘅時候咧，就唔好貪多啦，因為之前所講啦，流動性。